各位兄弟平安，今日是2020年7月1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2篇，申命记28章第1节到14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32节，第5章第1节到第2节。咱今日要分享的主题是旧我甲新我。昨咱有讲到要安怎过一个互上帝欢喜的生活。同时咱也有讲到 WWJD，What would Jesus do？ 迄个福音的运动，就是要帮助基督徒去思考伫生活中间，如果若拄着问题的时阵，咱应该安怎来做？今日加州的州长搁一摆宣布。全州即个隔离的命令，室内聚会拢搁一摆受到禁止。这互咱特别是牧师搁想起伫6月中有几个重要的代志，关于即个防疫的问题有真大的变化。头先咱看见伫柑仔县的卫生官员的离职。新的官员虽宣布讲无需要来带喙染的命令，了后 Irvine 市政府甲另外几个市政府因宣布无要甲即个柑仔县的县政府的规定来配合，因规定伫Irvine的市区内底公共场所若无对喙染的人，一定要受罚，也是无要甲伊服务。但是过不偌久，州长阁宣布讲，全州拢爱戴喙染，因为对中国进口袂少的喙染伫逐所在咧贩售。但因为疫情无法度控制，搁伫即个开放5月了后，搁再度来公告隔离的命令。牧师讲伫即个过程的目的，是要来摕着遐一寡百几个人来迫使即个柑仔县前卫生官员离职的一群负责人。引起柑仔县的县议会抗议，发表真强烈的言论，并伫迄个县的中间开喙合喙，讲上帝说创造因圣经却是骂人。咱会当看迄个YouTube 的连结，小可听一下吼。伫 Florida 嘛发生类似的代志。相款的因拢摕上帝来做因的崇拜。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安尼吗？今仔的圣经有所书甲咱讲到旧我甲新我。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所以人若伫基督，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甲今仔日有所书所咧讲的旧我甲新我的概念是同款的，但是咱要思考的是，什么是旧，什么是应该去杀的，是全部吗？前礼拜六牧师受邀请伫一个牧师的创立的礼拜中间，用英语讲道来劝勉。牧师引用列王上卷19章19节到21节，先知以利沙受呼召的故事。当咱看到这短短的一段的经文，以利沙要求讲要转去甲伊的老爸母来告别，然后伊就去将伊的一对牛来杀死，将遐咧讨牛的器具摕来煮牛肉互众人食。然后伊就去军队伊里
上师牧师啊，引用彼得的呼召来回应123的呼召。因为耶稣甲彼得讲：“来跟对我，我要叫你得人亲像鱼。”彼得就随时等落伊的梦来跟对耶稣。这甲123弃杀伊迄个限制牛的器具以及财产的所有权，然后将伊即个牛来分享服侍这证人，有小可类似。彼得伊弃杀迄个互人忘掉的网仔，以及对物件的所有权，因为耶稣明白甲伊讲，我要互你得人亲像鱼。毋对，上帝爱咱，将咱的恩赐、能力、智慧留咧互用，来跟对上帝，来服侍众人。上帝毋是互咱摕来去做攻击人的借口、用词。跟对上帝的条件是爱先会晓放落，无论是网仔，还是迄个放落迄个控制牛的器具，然后愿意弃杀所有权来跟对主。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以撒，但是伊愿意顺服上帝，将伊的囝来献互上帝，因为伊知伊所有的是对上帝遐来的。上帝要摕，嘛是上帝的主权。上帝会当互伊100岁时赏赐一个囝，相信上帝嘛会当赏赐另外恩典。到底旧我是啥？新我是啥？什么是应该爱单调的？其实爱单的就是原来的形状甲特质。新我就是上帝爱咱诚做迄个新的款式甲新的生命。咱来用无偌久之前分享过迄个做肥仔的师傅的故事。肥仔必须爱充分泡伫个水内底，并且一直揉、一直淋、一直灼到伊的软定真拄好。迄个时阵已经改变原来的特质甲形状。即时才会当互即个肥仔师傅起来做涂皮，放伫迄个绿绿的特中来做即个拉皮。伫迄个高速的转动的下面，顺着即个做肥仔师傅的手去捏做，到师傅满意为止。涂并无单调，涂是维持的吼，但是已经加水，改变特质甲伊的形状，甲通好使用。所以了后会通正做师傅，咱讲是上帝所要爱的样式，这就是神我啦吼。伫即摆面对的疫情的内面，有一个迄种人性的真实面就显露出来。咱呢？你甲我呢？咱即马是活地是我永远伫活，还是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活呢？叫做帮赞。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14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2篇，申命记28章1节到14节，以弗所书4章17节到32节，5章1节到2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旧我与新我。昨天我们谈到如何成为一个让上帝喜欢的生活。我们也提到了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这个福音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帮助基督徒去思考，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应对。加州州长再度宣布全州的居家隔离令。
室内的聚会也再度被禁止了，不禁让牧师想起6月中有几个防疫起伏的大变化。先是橘子县的这个卫生官员的去职，新官员即刻宣布说不需要戴口罩的命令。随后，俄湾市的市政府宣布不跟这个局限县政府的规定，在市区里面未戴口罩，或是说到这个卖场去不戴口罩的都可以不用去服务他。但没有过多久，州长又宣布全州要戴口罩的命令，因为从中国进口为数不少的口罩，在各地方在贩售。如今又因为疫情无法控制，在开放1个多月之后，又再度公告居家隔离令。牧师叙述的这个过程的目的，其实我是想要提到那一些迫使局限前卫生官员去职的一群妇女，大概100多人。他们赴局县的县议会抗议，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并开口闭口提上帝，说创造，引圣经，事实上却是在骂人。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这个 YouTube 的连结看一下哈。佛罗里达州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不独有偶的，他们都拿上帝来当盾牌。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如此吗？今天的圣经以弗所书谈到了旧我与新我。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相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什么是旧的，什么是该丢的，是全部吗？上个礼拜六，牧师受邀在一位牧师奉礼的礼拜中，以英文讲到，牧师引用了列王纪上卷19章19节到21节，以利沙受呼召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以利沙要求先回家与父母亲来告别，然后他去将他自己的一对牛杀了，并用这个套牛的器具煮牛肉，然后呢，最重要是后面是给众人吃。随后他就跟随了以利亚，牧师也同时引彼得的呼召来呼应以利沙的呼召，因为耶稣告诉彼得说：“来跟从我。”后面有一句话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随即丢下了网子，跟随了耶稣。以利沙也是舍弃了那个限制牛的器具，以及他财产的所有权，所以他将牛他所有的、他拥有的来分享服侍的众人。彼得也舍弃，他舍弃的是那个会使人受捆绑的网子，以及他对所有这个捕鱼器具的所有权。但是耶稣明白地告诉他：“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没有错，上帝是要我们将恩赐、能力、智慧都留着给他，来跟随上帝，来服侍众人。上帝其实不是要我们，或是让我们拿来攻击人的借口用词。跟随上帝是要先学会放下那个网子，放下那个控制牛的器具，然后呢，要愿意舍弃所有权来跟随主。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
但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将儿子献给上帝，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要取回也是上帝的权柄。既然上帝能够在他100岁的时候赐下一个儿子，也一定可以赐下另外的恩典。到底救我是什么？新我是什么？我们该丢弃的旧我是原来的形状与特质，新我是上帝要我成为的新的样式跟新生命。就以我们不久前分享的那个陶匠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陶土必须充分的浸泡水，并搓揉均匀，让它变成软意适中。这个改变已经改变了原来特质的土，才能被拿来放在这个炉炉的中间去做拉胚，并且在高速转动之下，顺着泥匠师傅的手被塑造成型，到泥匠师傅满意为止。土并没有被丢掉，那是原来的物质，或是说恩赐，但以加水之后，它改变了特质，也成为可用的土，形状被师傅改变了，到那个师傅，我们说上帝所要的样子，这个就是新我。在面对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性的真实面显露无遗。那么你我呢？我们是活在原来的我吗？还是基督在里面活着的新我呢？求主帮助我们。